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在传统教会的节日，叫做棕树节。紧接下来就是受难周。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通过这一个节期，我们同心用祷告来领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恩典。让我们用渴慕的心，同心来到圣灵的面前。虽然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的日子是发生在2000年之前，但是2000年来，通过教会的渴慕，这个节期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日子。有人会通过禁食祷告，有人会通过灵修。各位弟兄姐妹，与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受难周，从今天的棕树节直到下一个礼拜，我们相遇，就是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日子。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今天我们神的话语跟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能够领受恩典满满的一个受难周。受难周在基督徒的属灵信仰上有什么样的意涵呢？盼望我在今天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通过神的应许来领受3个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个，祝各位弟兄姐妹在受难周的灵修、禁食祷告、默想跟从心中的渴慕，愿大家能够在圣灵的帮助当中，真的与耶稣基督的爱来相遇。第二，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来回想，你成为神的门徒，成为天父的孩子，你所领受天父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大卫说：“你当尝尝主恩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天父的孩子之后，请问自己，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从神的身上感受到什么样的神的爱？这个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最后呢，我们问我们自己，在十字架的旅途过程当中，我到底领受了什么？我的生命是否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得着满足？各位弟兄姐妹，2000年来，太多的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们的生命被翻转，是一个无怨无悔的生命，是一个长阔高深喜乐满足的一个生命。愿我们在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通过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帮助，我们跟着神的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来度过一个能够翻转我们生命的受难周。所以首先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都能够与耶稣同行，从早上到晚上，就如同棕树节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礼拜1、礼拜2、礼拜3都有很深含意义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够从耶稣的故事重新再做冥想，做在默想，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当中，真的与耶稣基督同走过最后的这一个礼拜。各位弟兄姐妹，受难周不是前人的故事，受难周是每一个渴望与耶稣生活在一起的人，他能够从受难周领受到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我是息息相关。耶稣基督在受难周所做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跟我的生命都是有关系的。愿耶稣基督的爱通过我们的渴慕，圣灵将神的爱深深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首先第一个祷告，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恭敬的，能够渴慕的为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来做祷告。第一，愿神赐给我们满足的被爱满足的生命，愿神赐给我们被爱满足的生命。我们经常都会谈到说，一个小孩子在爱的家庭长大，这种的孩子到底会怎么样？我相信你们都明白，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气息长大的孩子，他充满了安全感，他充满了乐观，他充满了对人的信任，他
更可能拥有一个非常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来讲，被神的爱所满足非常的重要。它会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谛，他们会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所以首先我们用保罗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呼求圣灵说：亲爱的圣灵，求你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恳求圣灵将耶稣基督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爱希望能够得改变，我们就必须要在神的祭坛前被圣灵、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触摸。在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2段的经文，盼望这2段的经文能成为我们终身祷告的一个应许，特别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1节以及第3节，都是谈到神应许爱。首先神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第3节上帝应许说：我必用永恒的爱，我必用永远的爱来爱你。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的爱永不阻绝。所以我们跳跃1000年来到，或者700年从耶利米的世代来到耶稣基督的世代，保罗的世代。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第34节到39节，我们就会领受到一种很震撼人的一个应许。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是无所阻绝的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来领受耶利米所传递我们的上主耶和华对我们所说的话。上主耶和华对我说，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这2种的翻译所以耶利米说上主耶和华对我说，是一种第一人称，是自己神对他的一个应许。他说神说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各位弟兄姐妹，有什么爱是永恒的呢？在人际关系上，这种爱越来越短暂。男女之间的情爱，男女之间的爱情，经常说我爱你，爱到死去活来。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觉，爱情其实是非常短暂，甚至有时候是一夜情，甚至有时候人的婚姻并不是一个永恒的，反而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终其一生许下诺言的时候，他说白头偕老，他们真的会为爱而去努力。但今天许多的人对爱真的是不是很了解，盼望神用他的爱来满足我们，也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对周围的亲友人伦的关系。神说我要用慈爱来吸引你。另外一个翻译说，神要用他的恩慈，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来引导我们到一生的结束。保罗回应神的话语，保罗回应了耶稣基督的话，他真的是跟耶稣说，主耶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为你而活。各位弟兄姐妹，让保罗这种委身跟信仰的告白，能成为我们身为基督徒一生的一个告白。保罗在他的罗马书第8章当中，我们如果将一些形容词或一些不是主题的话语，我们把它拿掉，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么一个短短的一种信仰的告白。保罗说，谁能使我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我深深的相信，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掌权的能够割断神对我的爱，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主耶稣基督里，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特别是39节，他说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其实原文当中有一个在，不能叫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被剥夺。那再过来呢，他说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每一个我们不再是一个孤独的基督徒，不再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不再是一个受尽了辛苦却没有人扶持。因为今天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必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这种爱是永远的，是持续的，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包括父母的爱有他的时间，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会离开我们。当我们父母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孤儿寡妇，我们就没有人能够陪伴我们吗？不是，神必做孤儿寡妇的神，神必陪伴我们在一生当中。他是我们父亲的神，他是我们母亲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他更是我们将来孩子的神。愿神将这种永恒的爱，就是一个不会褪色也不会改变的神的恩情。所以有一首歌是赞美之泉，他收录在第2集的一首歌，他说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是的，不论是时间2000年，神的爱是不被割断的；不论是空间，在中东的以色列，或者在美国，在台湾，神的爱是超越时空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相聚在空中，就是一种超越时空、没有被隔绝、享受神的爱的一个聚会。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对神发出第2个祷告。第2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被你的爱满足，我需要你的爱来充满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的心灵里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这种爱深深的超越男女的情爱，这种爱也超越了弟兄姐妹有时候会互相计较的爱，这种爱也超乎了父母有限的爱。因为我们出生，我们已经比我们的父母年轻，有一天因着我们的年轻，可能我们的父母会离开我们。但是父母的爱虽然离开，但是他的爱却永远会停留在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心灵的当中。所以虽然我们的父母离开，但是我们总是感觉我们跟父母停留在一生当中那种恩情当中，被爱满足的生命，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在2018年，台湾翻译了一本书，叫做《深井效应》。深井效应谈到了童年的创伤。这个童年的创伤，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或大或小，都产生了影响。我们谈到原生的家庭，许多的原生的家庭虽然都有爱，但是有时候有不经意当中，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摩擦，或者共同生活当中的一个行为的伤害。这一个作者本身就是经历过许多的伤痛经过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次很大的创伤，所以后来他看到他周围的特别是在加州他所服务的医院是在比较一个贫民区或者弱势的一个社区里面当医生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本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一本书。这一本书的故事当中，他谈到了有一次，当他的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去世，他失去了他渴望的这一个新生儿，他从此掉入了一个将近1年多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阴霾。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第2个孩子，他预备了一个婴儿房，也买了婴儿床，预备了许多婴儿的用品需要用的一个婴儿用品。他带着期望，殊不知他的孩子却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成长。当他失去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如同受到雷击一般的，他非常的沉痛，度过了1年多。有一天他真的已经受不了，每一天看着婴儿床，他就想起他的孩子，所以他跟他的先生请求说：你能不能陪着我开车出去逛一逛？但是因为他的家庭里面还有一个小孩子，是那个去世的孩子的哥哥。当然他的先生非常的两难，他不晓得是陪他出去逛开车去兜风，或者留下来陪这个孩子。那个时候他受不了，他就马上开着车子就冲出去，漫无目的的在加州的路上街头上一直逛，如同行尸走肉。他逛到一个路口，因为红灯他停下来，很奇妙的有一个人来敲他的车窗，然后他低头的到他的窗边跟他说：你好吗？他转过头去看，天哪，怎么是我的哥哥？
他突然就崩溃了，就眼泪流下来。他说：“我非常的不好，我不好，我非常的不好。”神预备了他的哥哥，在他非常大的一个伤痛的时候，问了他一句话说：“你好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耶稣基督来问我们说：“你好吗？”我们需要在伤痛的当中，在孤独的当中，在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痛，所以这个作者慢慢的他走出了，因着他的家人的扶持，他慢慢的走出来。后来他就写了这一本书《童年的创伤》，因为他发现有许多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受到了一些性侵害，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一个伤痛，他们就好像看到一只黑熊在他的面前站起来，这个小孩子突然吓到了以后，他的生命就会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上帝创造的人对危机会产生了一种生理上很大的一个改变。后来他慢慢的研究过程当中，他了解其实人的伤痛童年的创伤是可逆的，人的童年创伤是可逆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人生后来有贵人，或者有支持的体系，有爱，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慢慢的恢复一个健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用读这本书，但是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看不见的上帝，他会在我们的生命的创伤当中来行医治的大能。主耶稣的爱就是一种医治的爱。让我们从这一本书里面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我们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我需要。科学家就为了人在创伤当中，或者人在得到足够的爱跟照顾的时候，在生理上是否会产生不一样，他们就做了一个老鼠的实验。他把一堆的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就是他交给一个会照顾小老鼠的妈妈，在书中他称她为爱舔妈妈。爱舔妈妈，这个老鼠的妈妈很会照顾自己的小老鼠，她会用她的舌头为它洗澡，她经常会照顾这个小孩子。科学家发觉，这种爱舔妈妈带大的小老鼠是健康的，是活泼的，它的羽毛是漂亮的。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他问为什么，他就抽那个小老鼠的血，他发觉小老鼠的这种爱舔妈妈的小孩子，它里面的压力激素是低的。什么叫做压力激素？其实科学家他们才懂，他们称之为一种酵素。好像不好的压力激素就是肾脏激素。肾脏激素虽然是会让人有自我保护的激素，但是它经常会带来一种伤害我们看不见的细胞的末端。所以这个科学家他们发觉，如果将这一群缺乏照顾的小老鼠交给这一个爱舔妈妈，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发现很奇妙的，这些小老鼠已经开始慢慢的因为它的压力激素的影响，所以它的生长，它的体型不如爱舔妈妈的小宝贝。但是如果他将他的妈妈换掉，这些小老鼠慢慢的就回到了一个正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上帝岂不大大的胜过这个爱舔妈妈吗？爱舔老鼠吗？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创造的奇妙。以前我们只有这本圣经能够解释，似懂非懂。但是现在许多的科学家，他们虽然没有用信仰的角度来谈人的存在、生理、身心灵的健康，但是他们的发现却深深的让我们明白，我们不需要了解那么多那么深的医学科学或者科学，但是神他岂不是告诉我们说，我要用永恒的爱来爱你吗？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主日礼拜，我盼望能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成为这一个大家庭里面，神聚集我们，不论我们在何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爱的里面来长大。
所以科学家最近发现，其实人的遗传有2种遗传，一种是来自于父母的 DNA， 第二种是来自于经验，成为表观的影响，表观的遗传。这个表观的影响就是酵素的影响。他们通过一个 DNA 的检测，通过一种血液的检测，他们发觉压力激素会伤害。压力激素过多的话，过大的创伤、过大的压力，会让有人的生理产生很大的病变，甚至会造成一个寿命的减短，跟其他不应该罹患的一个疾病来产生。但是相对的，当人的能够如果有得到好的一个扶持的时候，它会在它的染色体的末端，有一种酵素叫做端粒酵素。这个端粒酵素如果好，会让我的生命有一个再生的能力，甚至会让我们的老化减缓。各位弟兄姐妹，喜乐的灵乃是良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有爱有喜乐，胜过于药品。其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他用一种宗教性的语言胜过一种科学性的语言，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需要你。我在生命当中很辛苦，不论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如果能够再加上神他所赐给我们长阔高深的爱，那更是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满足的喜乐。那最后在今天经文的朗读阅读，我要跟各位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安静下来，我们用一种恭敬的心，我们问圣灵说：圣灵啊，请你帮助我。亲爱的圣灵，求你教导我，能够了解天父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传统来形容3个教会不同的神观，有人我们称为在旧约里面的神观是一个父亲的形象的神观，是一个慈父也好，是一个严父也好。那圣灵呢？圣灵是一种如同慈爱的妈妈一样的，是有 mother image， 是一个母亲形象的一个神观。那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的神观是一种至亲密的一个亲密的朋友的一个神观。所以我们有3种不同的位格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样的将神的爱带给我们。有一个慈父的爱，有一个慈母的爱，有一个一生最亲密的良友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个爱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什么呢？我的教会有一个小孩子，2个礼拜前，他因为出生的时候有一个耳朵，他是没有完整的一个他的耳骨，所以他的妈妈跟医生约好了，当这个孩子到5岁的时候，医生会重新为他做了一个新的做一个耳朵，然后开了这个耳洞，让他能够在听力上能够恢复正常。这个小孩子在2个礼拜之前，他进到医院完成了手术。他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参加礼拜的时候，他是带了一种自信心，有一个新的礼物带在他的身上，来到教会里面被这些长辈给他拍手，给他说你好勇敢。其实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这个礼拜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种自信跟撒娇来到牧师馆，跟牧师来请安，一起祷告。在我们相聚的那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很好奇的问他说：你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你害怕吗？你有哭吗？他说有，但是很短。起初我因为害怕，所以我有哭了一点点，但是在住院的那一段时间，我的旁边那个床上的那个小朋友，他整天都在哭。起先我觉得他很吵，但是后来我想，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手术对他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害怕，他不晓得医生跟护士跟爸爸妈妈带他来做这个手术是对他有好处的。天哪，一个4岁的孩子，他竟然能够顿悟说，他今天这么挨了一刀12个小时的手术，他竟然能够顿悟出来说，这件事情对我是有好处的。我知道他的父母
是从这个孩子似懂非懂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是非常的会跟他讲话的父母，因为他爸爸原来是一个老师，他妈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妈妈，所以他们从小经常跟孩子讲道理，建立孩子的原则。难怪这个孩子他了解今天手术虽然是害怕，但是对他将来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他爸爸妈妈是一个懂得陪伴教导孩子的父母，更重要，这个孩子的心灵里面有圣灵，圣灵让这个孩子他还没有完整的教育之前，他就明白看不见的过程当中有一件美好的事情为我所预备。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做神的爱子，神的爱女，我们或许已经到70岁80岁，我们或许都没有这个4岁的小孩子那么的透彻，那么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会让我们的生命，神的爱是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用这种的智慧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8节，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爱是只喜欢真理。所以爱其实不是溺爱，爱其实不只是一个友情的宽恕，爱不一定只是一个爱情上的一个包容。爱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许多勉励我们身边的人在经营一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经营婚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互相的安慰跟鼓励说，家庭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家庭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鼓励人在家庭的里面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但是这一句话讲对了一半。是的，家庭生活跟婚姻是需要有包容跟接纳，但是各位，家庭里面也是孕育一种生命的良善的一个地方。所以当然家庭里面是有家教的，家庭里面是有家规的，所以家庭里面是讲道理的。天父的家庭是让这种爱得以完全的爱，神的家庭是讲真爱，讲义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是一种生命的语言，它不是一种情绪性的语言。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kimoji 凉，kimoji 意就是我的情绪好，我 feel good， 我觉得快乐。爱其实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语言，爱更重要，它是一种能够触摸生命，让生命之所以为生命，让生命成为一个尊贵的生命，让生命成为一种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是一种与人互动，一个健康的一种力量。所以爱是一种信仰的语言，爱是一种生命的语言。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保罗在他罗马书第8章，不是在哥林多后书，他谈到我若果癫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如果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的热情，是因为我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翻转，我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爱所触摸。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形容生命的转化最伟大的一句话。他说我若果癫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催逼我。盼望今天的礼拜分享，我们从神的话语及圣灵的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被爱所充满，从此以后我们是生活在幸福到了不起，幸福到受不了，我们真的被神的幸福所满足满溢出来。愿神的爱是真爱，能够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说，主啊，虽然其他的人都辜负我也无所谓，因为有你的爱已经医治了我。那天父的爱是什么呢？天父的爱到底是什么呢？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圣经开始，从教会的宣教历史开始，从许多伟大的2000年来为耶稣基督的牺牲的人开始。首先在耶稣基督各个他的十字架旁边，就有一个为了自己的罪行被钉十字架的一个罪人，他跟主耶稣说，主耶稣，如果可以，当你到天堂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今天
你必与我同到神的乐园。各位弟兄姐妹，爱让罪人承认自己的糊涂。圣经里面讲到许多的这种在爱里面被翻转的罪人，包括撒该，他在爱的里面为他的罪行，他的压榨别人，他偷取了那种高额的一种税捐。后来他决志，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他改变了，他偿还人4倍，甚至他成为一种不再以自己自我的需要贪婪。他说：“我捐出我的一半来帮助穷人。”各位弟兄姐妹，爱会让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另外呢，爱会让我们对人情世故有新的转变。我最喜欢的就是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牧师，他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在信仰当中的好伙伴，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一间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什么都不要，只要上帝；什么都不爱，只爱上帝；什么都不惧怕，只敬畏上帝的一个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当神的爱翻转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爱神超过这世界。一个没有神的爱的人，他爱世界超过任何事情跟任何人。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我们安静下来求圣灵，我们跟圣灵祷告：圣灵，求你帮助我，不只是听得懂圣经的教导，圣灵，求你帮助我触摸我的心灵深处，特别是在今年的受难周。亲爱的圣灵，求你按手在我的心，让我感觉到耶稣基督用他钉痕的手就按在我的心灵里面。亲爱的圣灵，求你来进入到我的生命。2000年来，许多伟大的人，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2000年来，有许多宣教美丽的故事，非常优秀的神的孩子，他们走到天涯海角，将神给他们的爱献给了许多蛮荒之地。如果你愿意读，有太多太多美丽的故事，让我们从心里面就会觉得不配。这些人为什么会爱神爱到这种地步？我呢？为什么我今天还在教会里面计较我能够从教会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有谁能够代表耶稣基督多给我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圣灵所触摸过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说：神啊，我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我们在今天做礼拜的时候，每一个在神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被神的爱所拥有、所触摸。愿神的爱进到你的家庭，愿你的生命如同保罗一样，跟神说：我愿意为你用我的一生来充满热情，来服侍你。我若果癫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触摸我。与大家分享今天的节期，与大家一起攻读圣经的话语，心中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被神的爱所触摸，我们都在神的祭坛前说：神啊，我在你的面前，我愿意将我自己摆上，成为活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默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5节所说的。他说：耶稣基督的爱是为了叫那些活在他面前的人，耶稣基督的爱是为了叫那些活在他面前的人，从今天开始不再只是为自己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神而活的生命绝对不是损失，为神而活的人反而是有所得。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必有所得。就好像那个寡妇的2个钱，就好像那个5饼2鱼的小孩子，当我们将生命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损失，而是配得神的荣耀，配得神将他的尊贵，将我们高高的高举起来，我们就会为神而活。这是保罗所留下来非常深奥的一个奥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从赞美之泉这一首美丽的诗歌，我们唱出我们另外一个诗篇。赞美之泉这一首歌里面，他谈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爱，
他说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为他的爱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愿这首歌带领我们欢唱哈利路亚，让这首歌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唱出神永无主绝的爱，给我们新的一种视野，给我们新的感动。许多宣教师跨越族群，跨越语言，跨越人与人的距离，他们放下自我，他们离开安逸的家族，他们抛弃了许多的学位跟才华，他们为蛮荒之地，甚至没有文字的一个蛮荒的族群，但是他将神的光带到黑暗的大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让我们在云端相遇，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新看见，是一种时空不能隔绝你我领受神的爱。在受难周之前，在受难周当中，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年的受难周，天天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行，天天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爱何等不配，但是我们深深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罪得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生命被触摸。亲爱的圣灵，求你穿越时空，进到每一个聆听到神你的呼吁、呼召、应许的我的弟兄姐妹，求你的灵开启他们在黑暗暗室当中的一种自哀自怜，打开黑暗的门，让我们被你所拥有。感谢赞美你，在今年的受难周，恳求圣灵陪伴我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今年的受难周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复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你，